各位观众朋友，早，欢迎收看2月13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林雅纯。新闻头起先来关心到前一阵啊，大家拢抢要做流感的预防针。今麦卫福部新买10万ton流感的疫苗是已经完成采购的作业。这批疫苗是由东洋药品标的供应细胞培养的疫苗，按算20会开始做。呼吁囡仔，也有65岁以上的老大人等等，这个高风险对象，就要赶紧来做。天气关系时，流感疫情持续伫高峰，加上进前艺人持续湾雄雄过身的消息的影响，全台湾公费流感疫苗是大欠货。统计到2月12日，全台湾敢若剩11000支。不过，根据疾管署的公告，另外采购的10万支4价流感疫苗已经完成采购。那疾管署在2月11号完成105000剂的一个采购作业，那由东洋公司得标，我们可以如期在2月20号提供给高风险的一个民众来做接种。新买的10万剂公费疫苗，按算伫2月14完成验收，2月20开始做，11类高风险的对象会当优先来做。根据了解，这个标案有台湾东洋甲赛诺菲两间厂商来标。标价金额分别是1270万5千块，甲2436万。落尾手是由台湾东洋标着，算的一支差不多121块，比较去年度的采购案，一支是242块，差不多是半价。因为是个很紧急的一个所谓的公卫的需求。这次我们招标的是那个细胞型流感疫苗，跟我们在去年9月开始供货的都是完全一模一样的。疫苗这种东西本来就是用来防范，你没有办法去预期什么时候会发生爆发，所以每年我们都还是会保留一些量来预防这种突发的事件。这个供应的产品是细胞培养疫苗，不过65岁以上的侪岁人因为要药剂药退化。部分的国家选择采用加强型的流感疫苗，也就是内底有刺激免疫反应的成分，来加做因公费互民众做的疫苗。疫苗厂嘛解说讲，经过疾管署的考虑，这个也无机会列入去公费的名单内底。不过，上紧有机会伫今年的秋冬或者是明年加入。也若现出是新买10万剂疫苗，拄好伫流感高峰的上尾期到位。打不完的话，他们的效期通常在4到5月就过期。势必要开放给其他类的族群施打，不过这个几率可能不会太高。有第一线医师分析，头一批得资料机会真大。疾管署嘛希望高风险的对象会当赶紧来做，若是来做的人无遐济，嘛有可能会搁开放第2批通好做，希望会当达到防疫的效果。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日继续受到东北季风甲南平水汽的影响，全台湾各地拢正高落雨。咱再回来看温度。气象署早起针对着嘉南北海岸、宜兰、新竹到南投、嘉义、台南、高雄，也有绿岛、兰屿全台11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伫咧气温的方面，台湾甲澎湖日时的高温干那16度至20度，比昨更较低。因若金门是11度至16度，马祖10度至12度，而且中部以北3500公尺以上的高山拢有机会会落雪，所以提醒观众朋友出外就要会记得穿雨伞，嘛就要穿雨袖。再来看到昨元宵暝，虽然落雨，阁毋是伫咧拜6礼拜，台南咸水去冲蜂仔炮的人阵受较减少，也毋过现场犹原是热烈滚滚。3个主炮声发射大约200万支炮，希望会当愈炸愈旺，祈求好运。台南咸水蜂仔炮闹就开始，游客拢准备好啊，专心包好好，要近距离感受蜂仔炮带来威力。昨暗时，3个组炮声差不多200万支蜂仔炮轮番发射，炮声响遍咸水小镇，向近愈炸愈旺，祈求来年好运。不过今年正罕见拄着雨天，加上毋是假日，人有点少。当然，市长黄伟提拢讲，做市长这几年第一摆拄着落雨。今年正好是水风炮，那所以说，我想，但是还是不减我们游人的兴致哈。今天已经好几座大型炮城已经释放了。要体验传统民俗，也注意安全。每年活动拢传出难产的炸伤事故，有70岁游客专程为桃园来参加，煞无细节，互炮灰伤入目睭。我也不知道，就突然之间就觉得好像被烧起来，眼睛被烧起来这样子，就很痛。我们现场也有备有眼科医师帮忙做，如果他是这边受伤的话，会比较危险一点点。剩下大部分是肢体的一些擦伤或者炸伤的不舒服。
中昆地河中的重头戏，一个台东传统的夜茶汉灯夜，今年差不多30间厝，吸过来外游客来看泡茶的震撼的感觉。传统风俗，泡啊早女王也代表来年运势女王。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台东早汉灯夜，到当时已经有70档的历史。民众会对汤北体代表汉灯夜的人来献泡啊，讲病愈多就愈发。今年也邀请到国际交换生来体验这个活动，有来自15国的学生做伙来参加。汤北体手会提青啊叶，徛伫母桥顶面，泡啊是一直放一直炸。众人一直放泡仔戏、泡仔，四界拢是泡仔烟。台东的元宵盛事，泡仔早汉灯夜日日来展开。盐水风炮是炸很多人，汉灯也是我们全部都炸下他一个人，这很刺激，很好看。真刺激啊！更刺激哦！连续脚4年啊！真侪民众毋惊落雨来到现场，亲身参加这个早汉灯进行场面，将传统的祭典文化更加吸引伫台湾读册外国学生体验。花醉汉灯夜和炮灰炸罢心。会多一点，可是不太怕，我觉得好玩。巴西来4个港外学生经过炮仔炸过了后，有倒倒细细空碎，虽然会疼，不过感觉讲真趣味。另外有人做炮手负责来戏炮仔，总共吸引15到超过30人来体验，大部分是高中生。主办单位也有囡仔徛伫桥顶边无放炮仔体验表演汉灯夜。放轻松就好了，松就好了。自己的心情。讲到早汉灯，伫台湾发展盛行超过70年的历史，更加将做台东独有的信仰文化传统。有一派讲法讲，相传伊是武财神赵公明，伊有汉灯夜真惊寒。等伊到凡间来出巡，信徒就放炮啊，为伊来赶走寒冷，这也变做地方无形文化的重要资产。我们不局限于台湾，能够的话就走出去。早汉灯一大特色就是这个肉新的汉灯必须爱汤北体，和炮仔一直放一直炸。信众相信讲，炮仔炸愈多，代表这载温就一直来。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阁有啥物大代志？带大家做伙来读早报，先来看自由时报。台大病院研究发现到 B 型肝炎的患者，若有单纯肝包油，死亡的风险颠倒比无肝包油的患者也阁较减一半。不过，医师嘛有强调讲，超过90%有 B 型肝炎兼肝包油的患者，拢毋是单纯的肝包油。过来是中国时报，劳动部预告要将新住民列入去特定就业的对象，未来若是请新住民，头家1个月会当领到11000块的奖助。新住民若去找头路，嘛有交通的补助金、临时工作津贴，也是职业训练生活津贴等等。另外是联合报，台北市议员陈义军逼出涉嫌诈领助理费，引起风波。这届议员4档的日期才过一半，全国已经有约70个议员派官司，其中大多数拢是涉嫌到诈领助理费。财政部公告，去年的税收是超过编列的预算，金额有到5283亿，这是有史以来上悬的。国民党团就讲，得爱甲这寡钱还予民众，一个人发1万块。民进党团是呼吁提出财政的专业理性对话。因为财政部表示讲，依照法规，若是有较低，得爱先提出来减少债务。财政部进前向上修正2024年全国总税收实际扣税金额是大票3兆7689亿，那创下历史新高纪录。金额比预算数目加出5283亿，相反创下新的纪录。国民党立委建议政府应该比照2023年发起现钱有民2.0，全台湾每人发1万块现金，予全民来共享这个经济成果。推动还钱于民2.0，让每人能普发现金1万元。会成为国民党团这个会期的重大民生的提案之一。如果一人1万元的话，也不过是普发现金2300亿元。国民党提出数据，讲2020年甲2022年，将为着疫情了后进行发放3倍券、5倍券。2022年税收超扣5237亿，
过一年，2023年立法通过以后特别条例普发6000块，互全民共享经济成果。就已经连续4年税收超扣，国民党搁再主张全民普发现金1万块，估算成本大约是2300亿，占超扣税金的一半。由即阵普发现金无相关法源的依据，所以讲已经有侪位国民党立委提案修正预算法。不过民进党讲无应该把超扣的钱看作是蠢的预算，也来民众党是认为讲应该先重视财政的纪律。超征之后，有很多的指定用途，有很多的举债，有很多的还债，这些都要到决算才能够来做最终的结果。我们做平均下来，2300万的民众，每个人肩上现在都在扛着25.6万的这个债务，所以要整体去看。所以台湾民众党会主张先重视财政纪律，所以第一优先超征了5000多亿，先有部分拿去还债，如果还有剩下的，第二优先才发给民众。财政部是讲，超扣应该优先来行政部，强调虽然税收超扣金额5283亿，不过入去中央的只有3757亿，其他802亿属有地方法定财源，724亿是地种基金、亲友登记账户、健康福利馆才所需要。行政院是呼吁讲，应该先替总预算找到解决的方案。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美国总统 Trump 上任了后，头一间有美国的军舰驶经过台湾海峡。中共的东部战区昨就发布讲，美国的驱逐舰也有海洋测量船初10到12是通过台湾海峡，但是国防部冇证实这个消息。因为学者是认为讲，这就表示 Trump 政府真重视台海的情势。南华维持对峙袂顶袂动的局面。美国总统川普就任了后，第一摆有美舰通过台海，引起关注。中国东部战区杂志表讲，美军强先号驱逐舰保迪奇和海洋测量船对7到12通过台湾海峡。在2月10日的上午，有侦获美舰由北至南执行这个航行任务。那期间呢，我们也运用相关的手段监控共军的各项的动态。美军强先号驱逐舰是大家较知的，过去就捌经过台海，但是这摆佫加上保迪奇号海洋测量船，外界解读讲有可能伫台海做侦搜任务。国军强调讲，全程拢将压死可在海空域的动态。如何跟我们友盟国家的合作？密切的合作，这是我们既有的一个机制。美国印太司令部证实讲，美舰经过台海是无属任何沿海国家的领海，但是达到中国的敏感神经。国防部12日发布讲，侦查到中国军机30只，其中23只处是超过台海中线，入去到北部、西南和东部的空域，变作3面围台的态势。加上中国军舰7只，公务船1只。出现伫台海，学者分析讲，美舰软过台海，反映出川普2.0是更较重视地缘战略。在川普2.0政府日渐重视地缘政治跟地缘战略的情况下，台海的重要性会日益的被重视。同时，由于美国朝野两党都高度支持台湾，加上川普内阁包括国务卿卢比欧都是强烈的反共派。国军反制中国军队的威胁，强化建军备战，传出今年汉光演习的规模会对过去的5天4暝翻倍变作10天9暝。对这国防部回应讲，搁伫咧规划会甲军民整合来纳入训练。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台积电董事会头一间刷去美国举行，会后有公布7项决议，甲外界预测的完全无同款，无讲到美国投资的消息。因为外国媒体报道指出，台积电会透过伫咧美国设晶片先进封装的生产线，来扩大对美国的投资，降低关税冲击。也毋过，就专家认为讲，就算有一寡生产线换去到美国做，毋过上先进的技术也是会留伫咧台湾。台积电伫台湾时间12日头一摆到美国去举行董事会，渴望增强甲美国政府的沟通。由川普进前表示，伊袂亲像前总统拜登，为着要互企业刷转去美国来补助，而是经由关税互企业刷往美国。台积电确实有可能承诺在美国扩大投资，来交换就是关税苛征延后。那这样感觉就是双赢的策略。
根据了解，台积电到美国市场投资650亿美金，应得到美国政府补助66亿美金。这3座晶圆厂包含1期已经开始量产的4奈米、2期的3奈米厂，然后到2028年量产，3期的生产2奈米也是更加先进制程。当时会了后，台积电通过包含升级先进制程3零件预算，金额达到171亿4140万块，并且净资子公司100亿美金额度上限，公布7项决议。不过，确实拢无讲到对美国相关投资的信息。台积电扩大对美国的投资，扩大到什么程度？要多快的速度移往美国？这个部分就是筹码，我们的政府就是要拿这个筹码跟美国谈。其他专家分析，台积电甲先进封装3零到美国是因应关税好办法，就算伫美国生产成本比台湾较悬，不过台积电技术领先，加上有转嫁能力，会降低对营收影响。对川普关税战，鸿海董事长刘永伟提出看法。整个影响应该不会太大，那真正会大的是什么呢？就是怕因为这个新的关税制度造成了整个全球的不景气，造成整个市场萎缩。美国总统川普被问到是不是会在12日公布这关税相关资讯，川普敢若讲其他结果。不过，美国副总统范斯是巴黎 AI 行动国峰会宣示，会确保上强大 AI 系统在美国建设，使用美国设计制造晶片，恐惊对未来半导体产业发展会有变化。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美国总统 Trump 甲罗西亚总统普廷通电话，双方拢同意积极展开谈判，互俄乌战争收煞。Trump 嘛表示讲，希望两个人会当伫咧沙特阿拉伯见面。另外 ，Trump 嘛有甲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通电话，泽伦斯基表示讲，相信美国的力量会当对罗西亚施压，走向和平。美国白宫证实，总统川普甲 Russia 乌克兰两国总统通电话。As you know, this morning, the president spoke to President Putin of Russia. They spoke at length, and the president released a statement following that conversation in great detail. I can also confirm that the president just recently got off the phone with President Zelensky of Ukraine. His truth is as follows. I just spoke to President Zelensky of Ukraine. The conversation went very well. He, like President Putin, wants to make peace, but mostly the meeting that is being set up on Friday in Munich, I am hopeful that the results of that meeting will be positive. It is time to stop this ridiculous war. 川普甲普廷讲话时阵，讲到双方同意就结束乌克兰战争，马上展开谈判。佢表示，可能伫无偌久的将来，甲普廷见面地点可能是伫沙烏地阿拉伯。克里姆林宫证实，普廷邀请川普访问莫斯科。по тем направлениям работы, которые представляют взаимный интерес, включая, разумеется, и тему украинского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 Путин и Трамп также договорились о продолжении личных контактов.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也表示，甲川普通电话，当时各地几乎接待美国财政部长班森特。I know that he's strong man and I'm sure that he will push Putin. Для мене тут важливі деталі, що буде з тими корисними копалинами, які є на тимчасово окупованих територіях. Ми сьогодні про це ще не говорили. Я думаю, що це буде частиною бесіди майбутнього з президентом Трампом. Для мене це дуже важливо, як для президента, як для громадянина України. А вже ж. It will provide a long-term security shield for all Ukrainians. 川普团队这礼拜伫欧洲重要行程，分别是副总统范斯、国务卿鲁比欧参加伫慕尼黑国境安全会议，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顶会议。赫格塞斯13伫布鲁塞尔，甲乌克兰官员甲西方朋友讲，希望开放乌克兰2014年进行边界是无实际目标。公司新闻恩文玲评论。美国总统 Trump 进前主张讲，墨西哥湾毋是伫咧墨西哥，所以要改名做美国湾。即马谷歌对7月开始伫咧地图顶面正式将墨西哥湾改名做美国湾。若是用台湾的谷歌地图去看，就会出现美国湾甲美洲湾两种名称。伫美国、墨西哥甲古巴之间的墨西哥湾。这个名前几百年前的阿兹特克文明一直使用到大，而且由国际水文组织 IHO 把这个名定做是这个海峡通用的名称。1月7日展开第2个总统任期的川普，6日签署行政命令，把墨西哥湾的英语名改做 Gulf of America， 所以乘做美国企业的 Google
从7月开始，甲真侪人咧使用的 Google 地圖原地標示改掉。Air Force One is currently in international waters for the first time in history, flying over the recently renamed Gulf of America. Please enjoy the flight, and we are now about to head westbound to Super Bowl 59. 因为 America 这个英语字伫华语惯势翻译做美国或者是美洲，所以伫台湾华语版的 Google 地圖都出現無共款的標示。電腦版的畫面倒邊細邊的文字，伫墨西哥灣邊啊附註寫美國灣，毋過正邊的地圖括弧內底寫美洲灣。現若手機啊內底華語版的 Google 地圖，敢若伫下骹細邊的文字括弧內底寫美國灣。另外，美國聯邦航空署 FAA 嘛同一個時間發通知予航空業的相關機構，配合美國政府的指令修改名稱。親像全球航空迷真愛使用的飛行類代字詞，電腦版的英語網站已經改做是 Gulf of America。現若手機啊內底日文版的網頁，同款是比較辦理。不過，並唔是所有超吹引擎攏對川普的行政命令完全照辦。親像伫羅西亞上大間的 Yandex， 伊嘛有地圖的服務。伫英文版的地圖內底，就保留墨西哥灣這個名。公司新聞，戚家仁編譯。南韓傳出一位40多歲查某老師拜一殺死一位8歲查某囡仔。東港幫2個囡仔阿嬷找無人，參警方做伙找找，落尾是發現2個人鎖定一間教室內底，囡仔從頭開甲流血流滴救袂轉來，老師嘛有自我傷害現象。這個老師去年底捌因為憂鬱症請假一段時間，想袂到即馬轉來學校，煞來發生殺人的事件。在南韓大田市發生殺人案的學校外口，民眾是擺幾排的花、四手啊含7頭米，要來悼念過身的8歲細漢查某囡仔。這個洪台市的查某囡仔，伫一間學校是讀1年的。初十尾阿嬷伊下課了後，本來要去上才藝班，但是去甲接的阿嬷煞找無人。警方和家屬甲規個學校攏找透透，才伫5點50左右，伫視聽教室發現這查某囡仔規身軀攏血倒佇遐。甲伊台視的查某老師，嘛疑似太極機造成頷頸含手骨掉傷。查某囡仔隨送病院嘛是不幸過身。這個老師後壁承認犯案。 범행 당일날 진술입니다. 학교 근처 마트에서 칼을 구입했다. 3층 교무실에 있기 싫어서 잠겨있는 시청각실을 열고 있었다. 시청각실 바로 앞에 있는 돌봄 교실에서 학생들이 수업을 마치고 갈 때 어떤 아이든 상관없다. 这个45岁查某老師承認講，伊是用一本冊，甲查某囡仔寫去視聽教室來犯案。查某囡仔的老爸是大妹，老師無人性，殺查某囡仔幾十刀。嘛，這個學校是安怎會變作上危險的所在？ 학교에서 선생이 학생을 죽이는데 그 어떤 부모가 안심하고 학교를 보낼 수 있습니까? 외부인도 아니고 기간제 교사 계약직도 아닌 정교사가 제 딸을 죽였습니다. 犯案的老師家己講，伊伫2018年就得憂鬱症，去年12月伊嘛是用這做理由請假半冬，但是敢若休困20天就提前復職。伊伫頂禮拜因為情緒失控傷害同事，嘛甲電腦焊無歹。這10天有督學到學校來調查，建議予這個老師請假。無想到學校閣未付處理，就發生這個予人遺憾的代志。南韓代理總統崔尚木伫知影消息了，已經下令徹查，而且要求教育單位採取必要的措施，莫閣發生比較。公司新聞張慧敏編譯。 巴西總統盧拉伫咧今年1月中有頒布法令，限制全國嘅幼兒園甲高中嘅學生佇校內是攏袂當使用手機啊。開學了後，就算學生袂管事，但是無手機啊，顛倒會增加學生之間互動嘅機會，學習嘛會較專心。另外，聯合國嘛有調查講，即馬全球禁止校內使用手機嘅國家嘛慢慢有咧增加。入去教室上課進前，都要先登記。 這個叫班級，甲手機放落下巴底。巴西總統盧拉1月13簽署限制全國中小學嘅學生喺學校使用手機嘅法案，規定敢若喺緊急危難、健康需求或者是教學有需要才會當使用，而且已經喺2月份實施。總統盧拉喺簽署法案嘅時陣講，會提出管制，是因為手機產生出親像霸凌或者是注意力無集中等等嘅問題。根據調查，巴西嘅囡仔平均10歲就有家己嘅手機啊。 3歲以下囡仔每一天看手機的時間差不多是1點半鐘，13歲至16歲，逐天使用手機的時間有到4點鐘以上。
巴西教育部长指出，有真侪研究拢显示，过度使用手机会致使焦虑甲忧郁，所以新的法令还佫包括手机若无伫分数边，就会感觉不安的学生，提供因心理的辅导。Foi pouco difícil, né? Mas depois que acostuma, passa. A gente interage mais, então fica mais fácil depois de tempo. Antes, com o celular, ficava todo mundo no recreio, mexendo no celular e algumas pessoas brincando. E depois, agora fica todo mundo lá sentado, brincando, correndo. 巴西另外一个调查显示，有3%的家长支持伫校园内底禁止使用手机啊。当然，嘛有老师认为讲，无应该把手机当作是敌人。有真侪学校甲学生的厝内电脑的资源无够，所以敢若会当透过用手机上网，才有机会创造资讯共享。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24年年底报告指出，全球有40%的教育体系禁止伫学校内底使用手机啊。这个比例比2023年增加10个百分点。包括美国有8个州禁止伫学校内底使用手机啊。现在法国是规定6岁至15岁的囡仔禁止伫上课的时阵用手机啊。还有中国嘛限制囡仔上网的时间。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译。今仔日国际有啥物大代志？带大家做回来看世界。英国头一届担任乌克兰防务国际联络小组会议的主席国，国防大臣随着宣布英国要阁提供乌克兰大约代表61亿的军事援助，包含着无人机战车甲防空系统等等。日本对2月初4开始受到这个冬季上强的寒流影响，世界拢在落大雪。日本官方今仔日宣布，到目前为止，全国已经有12个人因为落大雪不幸死亡，另外还有158个人轻重伤。泰国采取断电、断网络的措施，要来打压泰国缅甸边境的诈骗集团。昨诈骗园区总算放出260个外国人，其中也包括着7个台湾人。经过调查了后，这个人就会被遣返回去家己的国家。镜头转来看国内高雄的连环杀人分尸案引起社会各界关注，也因为即马天气歹，遗体是愈来愈歹找，嫌犯也拢唔老实交代。搜索侦办的时间久长，检方是惊细叫嫌犯会当透过电视新闻报纸了解到办案的进度，所以检方搁再向法院来申请禁止嫌犯接触媒体，也毋过说服法院来驳回。甲树林艇驶去水中央，救生队甲水底成立探测仪器，偷偷放落溪底，要做第2届的探勘。高雄12乌阴嘛落38雨，前阵河下晡水底能见度真歹，敢来当靠伫水顶敲吹，烂杂网甲成立的仪器。只要它跟背景有一些对比，这种对比包括材质的对比跟落差的对比。其实都会有这个影像出来。河床这个有这个异物的地方啊，都把它利用声呐把它标记出来。我们来针对这个点，我们现在就用捞的。高雄杀人案护尸体行动已经第7天，因为天气歹，执行变得较困难。中山大学海洋环境甲工程学系退休的副教授陈文敏，连续2日主动协助，出动水底成立探测仪来看溪底的情形。因为超吹所在离港口真近，水毋但真落，还佫有风影，地势难度甲风险拢加悬。车站还佫发生树林艇故障，还佫有人员失联的情形。它已经潜到那个2526号码头下面的基桩里面。好，那因为我们无法追踪它的气泡了，那所以说一度有紧张的感觉。护尸体进度断点，侦办嘛无遐尔顺利。根据了解，检方查了申请羁押现场的嫌犯的时阵，要向法官提出禁止嫌犯订报纸或者是读解有关的新闻，结合法院驳回。烦恼嫌犯看新闻会知影侦办的进度，检方决定重新申请禁止伊看新闻。本署检察官于昨日已经补充相关的事证，再次向法院请求禁止及阅览、售相关的报纸及电视新闻。法院认为嫌犯当咧羁押当中看新闻嘛无法度灭证，所以驳回检方的申请。不过现处是嫌犯也唔认罪，侦办的进度受影响，外界嘛议论纷纷。11有风声讲，这个嫌犯因小弟失去联络已经几啊天，有可能已经遇害。不过警方有出面驳回，因小弟是因为毒品案去互通缉，目前也未抓到。下晡搁一届传出研究小组已经找到去年嫌犯因扫啊失踪的过程，也就是11月30监视器的画面，发现这个嫌犯半暝去前镇河去几啊届，哪像是去甲尸体弹掉。不过针对这点，警方是也未证实。记者综合报道。
伫咧台南北区一间补习班爆出不当照顾的事件，这是有家长初时将1岁查某囝送去补习班互照顾，回来所发现到囡仔喙皮出现一撮真明显的乌青。业者说讲，这是囡仔咧困的时阵无细致地着才有这个好，爱家长唔通去验伤。也那社会局等等的单位去调查，发现到这间补习班长期以来拢违法咧提供讲顾婴仔服务，退伍人员嘛拢无登记，即马特别来甲因开发。查某囡仔要好，倒边的喙皮是乌青规片，互人看到是真唔甘。台南一个家长初时早起，因为要做工课，甲一岁查某囝送去北区一间补习班临时请因过。补习到下晡去接的时阵，查某囝的喙皮虽有刺伤和乌青。就说妹妹脸上红红的，是她有带口水巾，然后趴睡在地面压到造成的。当然只有外面而已，里头的监视器是喝剩的呀。他是用打电话跟我讲说，你不要去验站，你验站我们就完蛋了。家长带查某囝去验伤了后，随着通报社会局。家长讲，补习班无对外公布有顾囡仔的服务，拢是靠厝边互相讲，因惊因查某囝真侪摆临时请因过。大儿子以前他小时候1岁多的时候也是送去那边照顾，然后他有说过，他说那个保姆会打人，会打小孩。社会局接到通报，采纳和教育局联合去现场来稽查，发现这个补习班单单入按照底期的英语补习班，依属规划的提供顾囡仔服务，托育人员嘛拢无登记。现场查获2名未登记托育人员负责照顾幼童，社局将依儿少权法第90条裁处6000元至3万元以下的罚款。本分局立即通知涉案人到案说明，并采结相关稽证，积极侦办。全案厘清后，将依伤害罪嫌及违反儿少平权法送办。业者到10日下晡拢还未回应，但是补习班涉及规划收托，教育局是罚因停止招生3个月。另外不当照顾的部分，若是查证了后发现是事实，社会局嘛会另外召集校服款团，对行为人罚6万到60万。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头一间有医学中心传出受到骇客攻击。这个月初早，伫咧湘北的2间马街病院急诊室，拢有500台电脑出问题，这个病历资料拢无法度开。卫福部嘛有请所谓发展部的治安署派专家去协助处理，加载是无造成患者的个资泄露的问题。病人挂喙暗进出，流感诺疫情滚价，马街病院急诊室平常时早起医院时人满。不过最近煞互有心人士锁定门急诊电脑，互卡有软体大规模攻击。那入侵了以后呢，它主要是去攻击西槽的这个很多病人的个人资料，都会把它加密，它就发勒索信。这一次看起来有可能是从这个俄罗斯。根据了解，马街病院伫1月初开后早起，就遭受第一波攻击。同一时间有电脑收到卡邮邮件，同一时间佫表示要伫2月11日下晡5点发动第2波攻击。马街病院发现系统无正常了后，马上启动治安紧急应变作业，佮通报卫福部治安联防平台。另外，司法部的治安署也派驻治安人员协助卫福部联防。台湾医院资讯安全的网络来公布这些病毒的特征，叫大家都更新。有一些进步的主动防御软体，那我们也协调厂商我们各医院呢也在监控，在我们的外部的这个网络上面有没有这些恶意程式活动的一个状况。卫福部强调，医学中心已经清除病毒，一切系统恢复正常运作。另外，也无民众各自外泄的情形，请民众放心。不过，这摆骇客是照病院相关小号密码系统进一步延伸到门急诊500台电脑，主要范围有台北马街甲淡水马街急诊室。这是第一件医学中心遭受攻击，各界拢真重视。医院里头的作业系统的版本是比较旧的，可能包含像网段的部分，然后中间可能缺乏了一些，比如说适当的安全性的去做一个这个分段。针对这攻击事件，马街病院声明，医疗作业拢正常运作，各严厉谴责任何不法的代志。不过这摆医学中心出状况，各界也希望唔通阁发生，将守护民众的健康。公视新闻采访报道。今年开始，对纽西兰进口的牛奶唔免阁扣关税。
有民众就真不满，表示讲，即寡保存期限延长到90天的进口牛奶，嘛拢表示鲜牛奶甲咱国产较营养、保存期限较短鲜牛奶，变做是无公平的竞争。为着要照顾这农民，即马行政院是已经指示讲，有效期限伫咧14天的牛奶，才会当标示做鲜牛奶。国内奶品的竞争，因为大两经济合作协定生效，纽西兰进口奶用定关税进口，对国内酪农造成真大压力。酪农烦恼进口奶品保存期限有90天，所挂名鲜奶对国产鲜奶加做不公平竞争。农业协会都向政府强烈建议，要求奶品的确实标示效期。那这个呢是第一个给我们台湾的酪农有一个竞争的公平机会了，不能够我们同样鲜奶、国外奶70天、90天也叫鲜奶，这个是不公平的。农业协会证实，行政已经指示，效期14日之内奶品才能标示鲜这个字，因为确实标示效期才能保障消费者的权益。标示比较清楚，而且是真真实实的标示，要不然只剩2天也写鲜，那我觉得这样就不妥。我会看标志的。按你说鲜奶的话，我会先看鲜字。农业部证实已经收到指示，为福部是表示，等到正式收到公文了后，照指示来办理。是我们做过一个预告，但是预告之后就是大家意见很分歧。如果说行政院这边的指示下来，那我们会再依照这个相关的文字去做一些调整。因为原物价欠悬，酪农面临成本大起的问题，市场这几年所出现限量收购的情形。农业协会表示，饮品厂原来进口奶，各要求用俗价来买农产品，这不合理，也希望政府应重视这个问题。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观光署这个月准备要来迎接800位来自印度的旅游团游客，这是疫情收煞以来，印度来台湾上大规模的旅游团，会分做6批来台湾佚佗。观光署预估大约会带来3000万的经济效益，另外也为着要争取更较侪自由行的旅客。观光署嘛甲高铁合作，针对着国际旅客买一张票就送一张票的优待，会一直维持到年底。排队在马康流浪，这团队印度来的旅客拢是业绩表现真好，接受公司的招待，奖励旅游的邮差公司的经销商。真侪人拢是第一摆来台湾体验耍马康流浪了后，随到要搁去台北市立动物园来参观。We are feeling very excited. So this is the first time we are coming to Taiwan. The atmosphere is very pretty good. And we have a grand welcome here over here. The people are always good. The weather was very good actually. We're enjoying the weather. The cable car is very good. The people are very good. We are enjoying the food also. 观光署讲，这摆是疫后第一座印度奖励旅游大团，有要800印度的旅客。全团是6个梯次到台湾，接待旅行社是规划5天4暝的行程，安排去马康、大稻埕和游览西门町、台北101，买邀车到宜兰的东澳去体验海山堡的佚佗行程。因为旅客有特殊食物件的需求，行程嘛要配合宗教习惯。他们对国外的食物并不一定能够接受，西方的食物还可以，所以他们这一次来，他们带着自己的厨师，他们带着他们自己的食材。所以我们要安排餐厅，安排厨房煮给他们吃。有10多档带团经验的导游分析讲，印度市场有人口的优势，过去出国的优先来选文化相同的国家，若要接待印度的旅客，必须要熟悉因特殊的需求。观光署预估，这摆印度团来台湾，差不多会造成3000万的经济效益，未来嘛会继续来开展多元市场。东南亚几个，只有菲律宾的市场。像这些都是可以大步要进。那4平8稳其实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说我们希望能够很平稳的恢复到疫情之前。周延辉讲，观光署是持续扩展各客源的市场，除了日本、韩国、北美这些主力市场，对有关度开发潜力的印度市场，嘛会采长期深耕的策略，分阶段来行销布局。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因为不满立法院拿被2档乌白台中预算，去年有提到美国国家图书奖的作家杨松祖，车站就发起2025主张罢免无责任立委的联署声明，到当时已经有超过200位出名的作家做回来收听。昨天文化部有来找我沟通，老百姓的血汗钱是这样在花的吗？
1月因为国民党立委陈玉珍提案要替公司预算引起影视界不满出来抗议，有出版人士写文章表达看法。陈玉珍说引用市总部道文馆回应讲，单调迄个讨饭的碗引起真济艺文人士的不满。但是这笔会伫咧中央预算审查以后，继续探销到文学界。我书写是为了回答台湾人究竟是什么人，而我持续的书写过去，是想要迎向更好的未来。去年得到美国国家图书奖的作家杨尚祖，随着发起自2025主张罢免无适任立委的联署声明，已经有超过200位作家参与联署。共同签名的作家黄振南表示，看到文化部这次预算予立法院提减冻结，恐惊影响台湾文学本土语言的发展和推动，嘛会阻碍台湾文学走向国际舞台。嘛是政府甲企业这个大力去甲补助，去甲因的这个。戏剧啦，还是扶持起来啦。当经要补助，要杀出去的时阵，恁又搁家己删掉，安尼哪会对咧？黄振南表示，这几年台湾文学网架直直在国际上得奖翻译，皆拢在起步当中。伊认为，这作者拢是对现处时的政治环境失望，才来表态联署。社会学研究者认为，无论是联署声明，还是青年运动和民间发起的罢免等等，这寡公民运动拢是直直累积起来的社会力量。我觉得在这一次包括之前的导演跟现在的作家，我觉得也是的，跟这个大罢免运动站出来的人都说我们是公民，我们是代表政党，所以我觉得这次作家联署，以及你也看到那种类似那种非常强调超越党派的公民运动那个色彩。何明修嘛强调，英国影视界、文学界拢真罕伫针对政治集体发起行动，这背后可能有侪原因，也是惊资源受到影响。但是即卖艺文界愿意针对政治表态，伊认为这款公民行动愈值得关注后续引起的社会影响。记者卢尚珠、曾俊尧台北报道。后礼拜5、2月2日就是世界保育日，咱文化部嘛伫咧这个拜六礼拜要大型来举办国家语言生活节活动，推广台湾的母语。伫咧活动当中，嘛有包括改编1950年代台湾的网架自甲四龙大战魔鬼党，会奉上台语甲客语两个版本，邀请到民众到阵来听母语、讲母语，了解咱的文化。少年兄就是名声透镜社的诸葛四龙。这出动画《诸葛四龙大战魔鬼党》是改编自1950年代的同名台湾网架。诸葛四龙捌伫7年前，互人改编做舞台剧，即阵有改编做动画。这出动画会以台语、客语两种版本的配音，伫拜六礼拜的国家语言生活节放送。会使配阮爸爸讲的台语，阮妈妈讲的客话，来介绍互这世代的人讲哦，迄阵是因讲的话是安尼。迄阵的网啊是安尼，我感觉真有意义啦。去年2月，文化部针对台语又办一个台语 Flow 生活节，透过侪表演来推广台语。但是去年部分的表演，却互侪家长反映，讲华语的比例占伤侪，引起批评。文化部迄时有回信咧，母语团体是希望即摆的国家语言生活节，参与的团队就要积极讲母语。咱遮的国家语言，其实除了华语以外，拢是拄到足大的这个传承危机的啦。即摆既然有要办一个安尼国家语言的活动，咱就爱好好讲，勇敢甲讲，毋免搁惊别人听无，爱伫咧内底掺足侪华语安尼。另外，母语团体嘛指出，希望即寡有传承危机的语言族群，毋通干那有母语活动的时才咧使用，就要透过其他政策的配合，才通达成生活化的目标，互大家伫生活当中自然讲出家己的母语。记者林玉凯台北报道。桃园举办今年的台湾灯会，对昨元宵未起过。就有采购的活动，伫今年嘛有邀请到菲律宾、甲日本等等的国家19个表演团体做回来演出，真精彩。现场的观众嘛拢学了解特质。穿传统服装笑容真好看，展出南国的风情。对菲律宾来的拉卡斯特拉纳市灯光舞蹈团，去年才摕到世界表演艺术锦标赛金牌，这摆受邀请来台湾表演，变做台湾灯会一大焦点。配日本的传统民谣，舞者一日就搁变队形和服装，互现场的民众是看甲痛甲。对日本高低法院的也来坐，因为有传统元素，跳舞设计自由度搁悬，是真受欢迎。这摆
括对日本来的表演团体，都有些队伍是表演也来者，但面这几百海岛来的队伍是逐年拢来台湾。几个在地团体嘛接力表演，等客家文化、原住民风情和加油队在台湾多元文化。虽然讲天气无啥好，中国落大雨，但是现场嘛是组织一大堆民众特别来这看。比较特别就是日本团体，很多日本团体来这边，还蛮不错的。这边有灯会就过来看一下，这样。蛮特别的，蛮特别。国内还没看过这样。观光署讲，精彩的游行活动，互大家耳旁了后，民众会当伫市区内的场馆、观赏指定展览场、含光的游戏场，两大展区拢总展出超过300件以上的作品，会持续展12天。有兴趣的民众会当加坐大众运输来遮看展。记者综合报道。元宵伫咧台南的新华朝天宫，嘛特别打造八卦平安桥，要互民众会当来遮祈求平安、解灾厄。其中的设计典故，嘛甲在地传奇故事是有牵连的。另外，山上的天后宫是举办乞龟的活动，民众大家拢希望会当来拔一只龟回去添福寿。信用手提火把，甲山上替身，准备设3连平安桥，跟两桥卡法师后祭改进行改刷仪式。这座平安桥是特别以八卦形打造，内边有一只蜘蛛向顶咧祭刷。这是台南新华朝天宫传统的元宵夜祭。比方讲，新华是八卦体，相传早年有蜘蛛正咧作怪，所以除了逐档设八卦桥，佮结合3档文章来祈求地方平安顺遂。来过一只平安桥。祈求今年平安顺遂。八卦体内底有7间庙，或者7天对地。这个八卦内底有蜘蛛，蜘蛛一个大只，多2只的葫芦。古早时代也无路灯，也无点仔架拢土路，行落水沟，所以我就用去护拔。唔知影讲咧顶悬的热去烧到蜘蛛。除了有八卦平安桥庆元宵，另外一边嘛正闹热。山上天后宫办团成超过1架子的乞龟活动，较特别的是，唔但组成玉器信物，有用面具做贡品，其他新民嘛拢有专属的平安龟，龟的大小重量，庙方照顾咧无咧增加，佮加上每只大龟顶悬，佮爱放细只龟，向顶代代生团。自从我第一道拔着龟了，感觉阮的伫阮兜的生活。真正有较平顺啦。拔龟的意义就是讲，你要求对只龟，要求这只龟，等去恁兜是要创啊货。妈祖也是上帝讲，因应准无，是你的要求内底，因若应准，伊就赐这只龟对你等恁兜，甲伊甲恁兜庇护。另外，今年过年期间，庙方嘛发起平安米龟的捐献活动，拢总940包爱心米贴做米龟。按算旧历17，因会捐予给收集好参慈善机构，要把这份爱传落去。记者李顺台南采访报道。伫咧台南正出名，专门咧放送议论电影的专美戏院，因为逐档拢了钱，即马是传出3月初2特别先收起来啊。戏院的经理强调讲，这只是暂时的，因会思考变怎来转型。台南市专美戏院的员工12早起由原正常上班，不过因为风声讲3月初2就要暂时关起来，真侪民众透早就来戏院门口口。是有点可惜，但如果说是可以让现阶段说可以发展到更好的话，但是乐观其成。细汉的时阵，拢会来这看电影啊，一届当看2出啊，偌好的。买1张票看2出，所以阮今仔就特别来甲阮较早的记忆找回来。专美戏院经理吴俊成出面证实这项消息，主要是因为这几年直了钱，虽望建不是家己的，不过一轮电影看2出票价只要140块，逐日放送3场到4场，也敢若卖出几10张票。当年了超过100万，进前疫情期间了愈侪，即马要暂时休困，伊强调未来要引进新策略，才会当突破困境。比如说，我们有做过独立乐团，几乎都是成功的哦。上次也有人说过那个脱口秀，像我这几年有时候去内湾啊、红楼啊，看一些老戏院怎么转型的例子了哈。他们也是把影像放在戏院的一环，结合餐饮。结合一些文创，当然戏院有无限的可能啊。其实戏院就是一个想象的空间嘛，
吴俊成的老爸1969年甲全美戏院买落来，1971年自首轮戏院转做放送二轮电影，到达已经54年。国际导演李安的电影梦也是自这启蒙。虽讲当时会重新开幕，还未决定，但是今仔日2月12日是全美戏院75周年，戏院举办庆祝活动，邀请大家做伙回顾这间是未少台南人共同记忆的戏院。公司新闻综合报道。2025年亚洲单季运动会，咱男子冰壶的比赛是去撞到世界厉害的菲律宾。咱落尾是以3分比11分输去，无缘通好晋级。因那女子冰壶嘛是去撞到强力对手日本，落尾咱以5分比12分输去，排伫咧第7名。2025亚洲冬季运动会，台湾男子冰壶对菲律宾选对手有真侪是以前瑞士国家队的顶级选手。台湾依然提出上好的气势，准备迎战。对手是世界级的名将，冰壶甲女兵是有够赞，都亲像伫冰壶顶悬装遥控器，伫前2局都先摕6分领先。第3局台湾把握后强的优势，一直破坏对方的防守弧，最后靠队长林挺力精准的出手甲女兵真水的 hand and roll， 总算抢1分。第4局虽然阁是一直互对手弄开，失去3分，不过第5局马上调整转来，对中泰伦真水的 double takeout， 对手也伫这时阵失误，阁互台湾摕2分。3比较拼命队，可惜伫第6局台湾也出现失误，就互菲律宾11比3提早结束比赛，台湾也无缘晋级。另外，在起的女子队面对稳定度真悬的香港，1比8失败。伫暗时面对强敌日本，第1局对方城堡战的防线，互台湾无法度进攻。前2局日本就抢先6分领先。第3局日本送欧米亚基也败，将家己弄掉的时阵，也送台湾晋级中心。咱当然也掌握这摆机会，最后摕1分。虽然第4局互对手阁摕分，不过第5局台湾连续几下摆真水的出手，将对手弄开，顺利拍4分大局。不过选去2局日本掌握后攻的机会，一直将台湾的互清掉。最后台湾5比12输日本，是第7名。记者综合报道。同齐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台气象。北部地区13度至17度，中部地区13度至17度，南部地区15度至20度。东部地区15度至20度，还有外岛地区10度至17度。感谢您收看今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田雅纯，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